人都到齐了，那就让这场狂乱之夜开始吧。修仙门派的根基不在弟子和资源，而在隐士的元婴长老。元婴以下皆是蝼蚁。200年，我燕家堡才出了燕儿这么一个天灵根的天才。燕家堡一行，务必小心谨慎。多谢师傅，弟子记住了。韩师兄，跟我在一起你很紧张吗？韩大哥，一别多年，你还好吗？这些年的时光，就如流水一般，物是人非，变幻莫测。韩大哥，难道没有灵根，真的不能修仙？是昨天那个人，我在血色禁地见过他。准备好吗？韩立，你可真是命大呀！狂风果包线，走！雕虫小技，我这就送你一程。你们快走！